大熱天時難免出汗，除咗用止汗產品抑壓身體汗味，點樣正確洗衫除臭其實都好重要嘅。首先，有汗味嘅衫就應該立即浸水，避免汗味停留得太耐，令啲衫變臭。呢啲喺超市都可以買到嘅清潔用品入邊，食用蘇打粉就係除臭救星。喺洗衣盤入邊加入蘇打粉，再浸佢1個鐘，因為蘇打粉屬於弱鹼性，可以溶於水，亦可以除臭。而檸檬係最天然嘅清潔產品，原來加少少鹽，用溫水浸完再清洗，都可以一樣令件衫變得清新嘅。經常用於家居清潔嘅白醋，當中嘅醋酸有消毒同埋殺菌功能，浸完之後過水清洗，對除臭同樣有效。洗衫專家 Apple 就認為以上方法都有效除臭，必須要咧記得用完之後咧過水要過清佢咯。如果唔係，你要諗下，哇，好多檸檬汁喺啲衣服上邊咧，其實長期接觸皮膚都唔係好嘅。Apple 覺得最重要嘅就係將啲衫徹底咁乾透。洗衫之後，即刻喺洗衣機度拎啲衫出嚟掛起，然後曬太陽。件衫蒸發水分之後，就冇咁易產生臭味。至於布料方面， Apple 就話麻質嘅布料比較通爽，棉質就較厚，雖然容易吸汗，但一樣好易焗汗嘅。相反，人造纖維嘅織法可以令布料織得又透又薄，較難吸汗，咁件衫殘留異味嘅機會就相對地較低啦。